搁再来看到顶礼拜强强上大雨，嘉义山区雨嘛是落甲变变叫。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天云国瀑布，因为雨落特别多，规个水墙的景致场面有够大。伫山峦内底，水墙规挂下落来，气势磅礴，看到真壮观，互人学落甲会得志。伫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天云国水墙，伊的水头起伫伫个嘉人猫仔溪，因为这个水墙的悬度真悬，伫个山谷岩壁，就亲像云雾挂伫个山顶同款。所摆才甲号做这个天云国。这个水墙分做5段，伊的起落拢总有250公尺，其中起落上大的对岩壁顶落到这个顶站的水墙，这段光景是上有看头的。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发现天云谷瀑布的水量还蛮多的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空拍机的同好就一起升空去拍照，然后真的有到达我们想要的画面，蛮美的。然后瀑布飞到上头的时候，还出现彩虹的画面，真的很美。捌伫个 BBC 制播这个台湾旅游节目翕影片的这个空翕机达人郭发修，伊进前过来出动这个空翕机翕天云国水墙壮丽景致，看到实在有够水。其实用空拍机的话，可以跟一般人的视野不一样，就感觉好像是上帝的视野一样。嘉义气象站统计5月到今，伫个阿里山山区拢总累积的雨量达到1869毫米，有遮尔澎湃的水势，才会来称作大自然的奇观。爱摄影的人用镜头来记录罕尼看会到的景致，嘛，互民众看到，哪像伫个世外仙境的境界同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